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俗语是互相闹开求进步，这个意思是朋友同事之间良性的讨论，在卖变面的情形下，针对缺点过失提出来检讨改进，彼此拢会进步。像东亚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王哲林甲李阳，平常时练球真认真，私底下感情嘛真好，过互相吐槽，这个感情甲球技才会愈来愈好，完成金牌的梦想。金主食切，金蜜食黑。朋友有真侪种，有咱日的知己，嘛有酒肉朋友。星座专家讲，我都接受批评的星座，狮子座，这个星座人充满自信自满，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。双子座口才反应拢真好，伊嘛无爱听别人的批评。这金牛座的人叫伊承认错误有较困难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互相闹开，求进步。